啦。再見到中間位置嘅嘛，有光輝所願啦，埋邊捐位粉紅衫呢，首飾天空揾唔揾到位呢？中間有飛黃，好精神，中檔都衝啊！出邊位置仲有比特星啊，最後百零米，光輝所願透出，好精神，外邊追佢，入邊係飛黃啊，首飾天空喺第4位，結果贏馬係呢匹呢，咁啊從中檔穿上嚟嘅光輝所願啊！ 最後200零米啦，天天灑落就鬥緊勁者啊！精明勇進開始上，出邊追上嚟噶嘛，係飛黃啊！內欄嗰邊仲有隻質素，出邊上緊嚟呢，咁啊仲見到輕功猛男啊，同埋小子彈。最後100米到，輕功猛男外面逢馬過馬殺上嚟嘅勢相當勁啊！飛黃第2，第3名埋邊勁者。 咁啊，見到中間推進嘅嘛，有飛黃啦，外邊人和嘉誠啦，最出灰馬咧，咁啊仲有電換精英啊，馬林中間仲有躍進知己啊，最後100零米金牌活力已經係放順晒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咧，埋邊飛黃，第3中間人和嘉誠。 中檔位置就精益大師啊，內欄追緊嘅馬呢，咁啊仲有天火同人嗰啲，最後100零米勝萬金走到順晒啦，拋離贏馬，跑第2名超強60，第3呢包尾追上嚟啊！ 遙遙一上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走啦先啊，就係呢隻錢多多啊，埋邊呢就係寶城之星兩隻馬拍住嚟鬥啊，埋邊捐上嚟噶嘛，有呢隻傳承者同埋呢隻風起雲湧啊，出邊係龍澤飛居，後多層仲有天天得樂同埋紅海勁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寶城之星鬥緊錢多多，外邊天天得樂上埋嚟，接近終啲寶城之星贏出呢場賽事啊，前面呢寶城之星鬥緊好好分啊，內欄穿上嚟係龍船快啊，中間仲有綠色好勁啦，精英啦，外邊呢就係呢隻魔法速遞上緊嚟啊！最後100零米，寶城之星就拋甩後邊嘅對手，贏出呢場賽事啊！跑第2名噶嘛，外邊係魔法速遞啊，第3名呢精英同埋綠色好勁。 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嘛，中間標誌良子喎，入邊藍衫啦，加州勇勝亦都走上去噶啦，中間有至尊完美，外邊呢就堅多福啊，內欄粉紅衫有勁好運啊，咁啊中檔位置仲有先到先得啦，內欄黑衫啊古惑大師啦，中間有街燈啊，出邊綠衫紅帽寶城之星啊，後邊嘅3匹馬分別有常多少啦，都靈勇士呢就尾二啊，暫時殿後係極速滿貫嚟噶，最後200米到啦，標誌良子走甩咗一個身位啦，見到勁好運追緊上嚟過佢咁滯噶啦。 咁啊埋邊位置有古惑大師，出邊追上嚟仲有先到先得啊！最後100米都勁好運脫穎而出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古惑大師啊！外邊冚嘅嘛，有獨步天下啦，出邊追上嚟仲有順善寶啊！大外檔係唐不甩啊！馬林中間精算激流揾緊威，入邊醒目先驅冇位啊！最後200米外邊唐不甩一鼓作氣冚咗上嚟，入邊嘅馬呢仲有天天更好啊！內欄追呢仲有長龍區，中間醒目先驅揾到位上緊嚟，中檔仲有精算激流，接近終點唐不甩外邊呢冚上嚟贏出呢場賽事啊！ 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黃隱福星透出，外邊追上嚟有美麗歡聲，出邊啊奮鬥心，涉內欄極速滿貫，大外檔仲有3軍勇將，最出仲有一隻啊，就係長勝威龍啊！最後100零米埋邊極速滿貫，慳咗好多位上咗嚟，沿路外跌奮鬥心又唔散，中間仲有美麗歡聲，贏馬嗰匹係極速滿貫啊！第2名呢，奮鬥心，咁啊至於第3名嘅馬啦，美麗歡聲就響中間，第4名。 3軍勇將有冇受阻㗎？出邊紫色帽，外邊長勝威龍上咗嚟，兩匹馬需要影相。最後直路啦，聶寶勤就佔先少少嘅，見到易宇揚明兩匹馬拍住嚟鬥緊㗎啦，轉內欄上有星光快驅，唔係好夠位喎。呢個時候聖多多亦都追上嚟，最出啊仲有隻加州得力啊，最後100零米聖多多佔先咗，沿欄上嚟有呢隻星光快驅，接近終點聖多多咁啊啱啱終點前到先啊，內欄位置星光快驅追咗上嚟，至於第3名㗎嘛，聶寶勤、易宇揚明都相當接近啊。 結果今場賽事揈出嚟衝呢就好啲喎，呢隻聖多多咁啊終點前力壓埋邊曾經塞過車嗰隻呢星光快驅，咁啊至於第3名嘅馬啦，聶寶勤紫色衫637號係易宇揚明，亦都需要影相。 最後直路前面佔先嘅馬仲係有紅利啊，預有進區轉內欄上啊，咁啊再見到中間開心樂園啦，同埋首進亦都追，出邊有心裏有數，大外檔領航才子啊，最後100零米預有進區拋離群區，輕鬆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宜昌精神就響中間，最出領航才子啊追上嚟，第4名似乎係嗰隻心裏有數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呢隻預有進區
出閘相當快，霸住個內欄靚位，咁啊結果掟甩贏啊！跑第2名㗎嘛，宜昌精神。